大家武陵市民活动中心开1500多万听调重建落成启用，提供到共享厨房甲活动的广场，未来会当互里面的关系更加密切。恭请剪彩。地方等1年外，武陵市民活动中心即天正式启用。活动中心有灶卡、音响，各无障碍变速设备。很重要的是，当地的市民或里民如果要来租借，家里有喜庆庆典的话，要来租借也可以。台中市民政局讲，大甲区武陵社区本来活动中心，民国70年起的，用要40年，无建造含使用执照。内底设备嘛拢后去，所以109年支付编1560万来拆掉重启。活动中心了后，将来对这年龄较大的长辈，大家身体较好。台中头一座市民活动中心起好了后，得当互在地许多人会当安心伫咧遮交流活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